还有我们以前有一些历史上讲，这个包括雅安、关县、汶川、孟县等等，这些都这个藏族人啊，就这些都藏族人。但现在呢，就慢慢已经就变成了就是汉族就变成了汉族。当然，如果这个汉族的一些很好的传统、很好的一些知识，就保留下来的话呢，也未尝不可。但是，的确，我们现在不管是到马尔康，或者说是到这个金川、黑水，还有我们的丹巴等等，就是在这些去的时候呢，有非常深的感觉。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丹巴，当时的这些农民呢，全部是藏族人，但是如果我用藏语来给他们说话，除了极个别的老年人以外，年轻的人都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就不知道这个说什么。所以呢，我只能用这个汉语来跟他们交流。当用汉语来交流的时候呢，70%-80%的人呢就已经听得懂了。听得懂了。那么逐渐呢，就是我们很多地区的这些人呐，就慢慢就是变成了就是另一种民族了就另一种民族了。表面上看呢，我们都说是藏族人就是自己也认为我是这个藏族，但是真正的这个藏族呢，就不管是从内到外，从各方面观察的时候，没有一个藏族的味道他的说话、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他各方面的一些表情，包括呢，就是他的这个服装和生活习惯呢，全部都是跟这个藏族的这种传统优良的传统呢，一点一滴都是没有的。我觉得呢，这也是不符合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发展。就不符合人类的发展。所以呢，以嘉绒地区为主的这些藏族人呢，希望你们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民族如果是我们是一个藏族人的话呢，你会不会说藏语？你会不会懂藏语懂藏文？你会不会经常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从各方面来观察呢，我想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在其他的民族，在其他的国家，在其他的人类种族面前呢，确实是非常的值得羞愧就值得害羞，可以这么说主要是可能表现在几个方面。我想今天跟在座的应该谈谈就谈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语言和文字上面就语言和文字上面，现在这个嘉绒地区为主的许许多多的地方呢根本不用自己的藏语。当然我们知道嘉绒的这种藏语呢，跟我们德格鲁化好多牧区的藏语，或者说是跟其他的这个文字上的藏语呢，你来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呢，连嘉绒自己的土话、自己本土的语言呢都不懂都不会说。那么口口声声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么是这个汉语，要么甚至呢，有些人很骄傲的说，学到一点英语的话呢，就只说是英语，而没有就是运用这个藏语。其实除了我们藏族人以外，世界上的哪一个先进的民族的话呢，我想是忘了自己的这个母语，而追求其他的这个语言呢，非常的罕见的确是非常罕见的。除非是极个别的民族呢，就已经就是完全的同化了，完全的是融入其他的大民族以外的人这些呢，全部都在这个冷说自己的这个语言用自己的语言的基础上呢，可以学韩语、英语，各个国家的，这是我们不反对非常好。可是呢，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嘉绒尤其是靠近这个一些县城，靠近一些这个其他这个城市的，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基本上所谓的语言呢，
所谓的藏语呢，就是现在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有些小孩子，甚至有些20-30岁的人呢，根本不懂，就别人就是说什么藏语。有些人呢，不会说，只是听得懂啊。但这种人呢，当然马上都是就是已经不复存在他的语言的根啊，语言的根，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藏文，的话呢，还有世界上的很多的。包括汉族包括其他的这个蒙古族新疆维吾尔等等其他的民族呢，都千辛万苦的来到藏地来，开始学习我们的这个藏语。我们的藏文是世界上是非常文明的、非常先进的一个文字。可是我们藏地嘉绒地区为主的很多人呢，把自己的这个藏文呢，全部都是有些忘了，有些